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社会新闻。高雄乌来一个男子，因为饮酒开车，被罚款7.5万，才纳完这个罚款无到1礼拜，就再一次来饮酒开车，被警察抓落来。为着要闪这个刑责，伊就跳落路边的鱼温啊。上尾也是这个鱼温啊，水实在太冷了，家己只好是乖乖披上花，向医生发办。这莫爆落来。 这位姓柯的男子酒醉开车，被警方给抓落来。对于进行酒测高达0.68毫克，已经明显超标。这时阵，伊个想要逃走，但警方发现 QQ 落落。要跳来稳啊！使啊！我要甲你头干。因为在小片行迹，一直咧滚量，竟然向路边的鱼温啊，怎跳入去？走跑下来，走边。 伊自作聪明，以为当对鱼温啊收水走，警方用手电照，一面吹一面扛。你以为走去倒啦？起来啊！乌白母你！现看这鱼温啊，去互栅栏甲围起来，无度逃走，加上这水有够冷，挡袂牢，伊只好收到岸边。有啊，上岸了。警方查出原来伊毋是第一届饮酒开车被抓。前几天就因为酒驾案件被抓，钱刚花完而已。 顶一次被开罚75000块，竟然拢无学乖。搁在酒后开车被逮捕，也是被以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。